天蠍座滿月，危機中轉化自我，試煉出生的力量。最近夜空已高掛着明亮的月亮，準備明天深夜迎來天王星入雙子座後第一個滿月。是次滿月落在天蠍座，令我們這2年天可能已經揭發了一些平常隱藏在生活中的問題，特別是最近如果感受到身體及關係相關的問題浮現，真正藏在生理背後的，往往是情緒糾結。我們此時需要理解，自己仍然有些尚未完全整合的情緒問題，這些問題很可能多年來都躲藏在自我逃避的心理把戲之後，讓我們短暫略過了改變及面對所產生的痛苦，以輕快的假象讓自己麻木而失去對真實的感知。天王星進入雙子座，迫使我們面對真相，而滿月藉天蠍座的力量進一步撕破所有陰暗的現實。天蠍座的能量總會將危機與痛苦推向極致，因此經歷被逼瘋將會是轉化必經的過程。我們難免會在困難中感受到絕望的情緒，但在這種百感交集又激動的時刻，如果願意覺察自身的情緒，把天蠍座滿月那照見真實的力量，容易發現自己的盲點，就會看見事情並非那麼絕對的非此即彼，非黑即白。真正的力量不是去戰勝什麼，而是把對立的一切、帶來痛苦的一切都變成共生的部分。這個滿月特別適合激發洞見，看見超越阻礙的無限可能。無論生活出現什麼千奇百怪的戲碼，都是一面鏡子，讓我們照見內在的脆弱面，窺視自己如何在執着中只見絕望，而錯過了意想不到的生機。不要讓短暫的混亂及情緒蒙蔽了內心與恆常宇宙的聯繫。困難的時刻是最佳的試煉，讓靈魂變得更加強大。今天的難過與淚水都洗擦着心性與生命，正因為在歷練中磨過，靈魂才會像玉石般精煉發光。